这口子有点跟你那个指甲颜色一样的，对，就是还来不存在，没有在乎的。历年全靠你的天啦，上路进无所言啦，人多说你的当马里，有说看见你的里，说你的说的。来渐渐的跳一下嘛。历年是靠你的天啦。其实这早就到了吧，应该。
我
大家没有吃过。哎，一会儿进去拍了。没有，他们回去了，不想跳。啊，哎呀，用真的不跳了。你姐姐没跳。
来了吗？没来哟。没来。这里面没看到了吗？看到人了吗？没做好，杨子贵有里面会吃的那种。跳舞就不聊了吗？没事，你跳舞。热呀，不热，今天炒240度。不行，好了不来。19度。
大，15个这个，一个。那个滑的那个，新华价哎，它不是这种吗？还有一个宽的那种的嘛，就是红色的嘞。哦，它是那个。兰州的李叔挺厉的，他每个地方的都记住了。他每个地方都记住。这个看你问问是不是？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快进去嘛，宝贝。这个票啊。好的，帮忙点点赞，谢谢。不拍了。不是我啊，我1号。2号座，1号座。我给传呼他们。他比较少出来。我这里头王玉红。太高了。这可以抬起来噻。不要想不了。改过了吧？今天。我觉得撇了个。然后这个在撇，我感觉。
他们没有呀，那另外就是虚无，钱了。他们这个没来，他们今年还有可能还有那个的，还有德基哇一要来的，他们来不到，他们说非常不小钱也没对，兄弟们，咱们点赞不要停，谢谢，谢谢你们了，超到朋友点点赞，人气往上的回走，感谢华少王子，感谢王子哥送来的热气球，不清楚，他给了一个，感谢王子啊，感谢广场舞的队伍还在户外。感谢王子啊，对，欧姆是这个呀，不在天府广场是我们去高升桥景外分享。咱们同志帮忙点点赞，来这是。
是吧？蛋糕上面的那个，这个蛋糕上面的吧，我儿子不挑不了了。啊，他们的鸡腿都走了，鸡腿不得走，不得走了。还有那个，还有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对啊。后面那个刚刚那个过来，对，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好像是说难说，他们是又谁给的，谁杀去他们老家的，他没来嘞，是吧？泰国的朋友，我跟他说了，泰国那个朋友正好取消了，1个小时后面又一回家了。他写了很多，他写了很多对自己的那个，就是感情的，就是说的一些感受的地方，然后说了很多，然后当你收了之后，你就看了之后，等下就删掉，因为他没有删。然后他就找个弟弟，然后弟弟说这个人然后就说我说以后怎么办？他每次要去开发东西嘛，他说就不要了嘛，不要，他说以后就不要送了，然后一个人回前期嘛，他跟我说你不要了，弟弟可以有开，他就注销了账号了，他就把所有那个。以前我查了他资料也是账号的，后面他又重新注册了，又用的，然后又给了这个钱就送的，然后他要改，就你要确定他要不要啊？不要的话肯定就不送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一般比如说跟你送的话，一般都要问别人愿意送你，或者你要问他要不要，不要的话，那别人会搞得很尴尬，是不是？都要确定了才行，不然的话那个钱是缺乏的。你说我送给你，你不要，然后我就问你，那我再送别人不要。另外一种，一般都这样。你说他不要，他不送，我都不要，你送其他，他不要，他就送其他，反正他肯定要把这个钱送出去，都这样子。
这两个里面呢，是这个河南粥，因为他们里面口味不一样，你哪个比较少？那里很少，有周末才来的，周末才来，有些人都有些你来还没来。都喝牛奶，吃你家，一直要喝牛奶。上完，后面以后你看一下。看送鲜花的来没有？送鲜花的还没来。哎，对，有那很少，基本上都没有，因为那个有火才会停车嘛。这个给永吉送过去，我是在底下捡的，是。最后被说错了，对，咱们往上拿羊肉，啊，你干什么你？这行宫。一天几天？老许，是吧？啊？嗯？因为
没有去吧？我已经开场了。这个都可以说。
不是9点半吗？非常时期。哦，好久没过来拍了。 2点没走了呀？啊，对，你看，走了。他们来路上吧，有可能没到，有可能会到了，有可能没到。他们6个人，还有小朋友呢，他弟弟也回去了。我都回去了。然后还有2个弟弟。他们6个人，还有他爸爸妈妈。上次你们回金山的时候，那个吗？红啥子7月份再来嘛，他们也才从7月份再出来。然后7月份之后，你肯定就应该不得走了，要成都做生意了。对，他因为没有上学，现在不上学。要出去玩吗？分开了，真吃了！还！哎，回家不？喝可乐。不要喝可乐！不要可乐！不要喝！不要喝！而且太尴尬呀！看看视频。小心把你的牙齿掉了。这真的好吃，吃得完。今天好了。先吃一口。我也好想吃个饭。晚饭。他们都没吃完的，你们2个也没吃啊？你们也没吃完，你都没吃完。我们要没吃。我不要，我好胀，我这儿吃了这个饭餐，吃了一大碗的那个饭菜。哎呦！妹妹呢？哎，那个是一个一样的宠物，他们有。他们家好好呀，亲戚送，我们家亲戚只有小鸡好。大型的大牛肝。我们领地给我们送个鸡毛，好大。鸡毛好大呀！我们家之前有个猫被我玩坏了，玩死了。他每天那个时候只有3、4岁，天天骑在那个上面。那根本不懂，他不懂事，根本不知道嘛，3、4岁的时候。今天是几位光家的？这边过来。好了，我吃了，我吃了买单是吃了15块钱的，它一斤我也反正以前便宜了，以前12、13块钱，现在15块钱。没有。我们家的广州有一家很好吃的烧烤吗？对，烧烤。对，我知道，我那个我今天吃了。那我今天叫我们同学在吃了，他不吃了。我说你去吃嘛，他去吃。谁给拉可乐？去洗一下嘛，洗一下，卫生间里面冲一下。一般它外面有打药，对，打农药的。我经常晚上睡不着就会放拉布拉多安婷琳的，晚上放那个故事。啊。你们没有住宿小吗？没住校吧？带大家看他们单人跳舞。在什么时候？我爸爸妈妈都不让我去。哦。他有些学校，反正有些以后长大了就有，长大了初中的、高中都有了。但是我们以前也想住校的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家旁边几个没住。以前我们家隔壁就10多20米。好的。后面就中学了，就在要远一点，600、700米，没必要，本来也没有住校的。那个长头发叫什么名字？长头发。长头发都有很长啊，拥挤头发也长。男生叫加娃，从老家来的。他待10多天就走了。
它也不好笑。中午上学拿了一瓶小可乐。小可乐，再去要一个。我不需要就在这里。我爸爸妈妈买了手机嘛，你们都喜欢喝可乐啊？我喜欢喝无糖的，有糖的话我尽量喝。其实无糖有糖都没什么区别的，没有区别的。不怕呀，我世界有很多人要拉肚子的吧？啊，不会，一般不会。我世界上小孩子不会拉肚子我爸爸妈妈说喝可乐的话要喝无糖的，不然有毒。没什么区别的，无糖有糖都是有甜。我爸爸我来夏天。我爸爸也很流利。就是你现在辛苦了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来，每天都吃喝的话也不一定。来，拿上。像那个拿上，你每天都拿上。谁90多岁？我看着。好像95岁吧。他有一个他主要是他是从小，他不一定就是每个人活他不一定就是糖尿病，看这个事要看遗传吧。来，小李帮我。放，你这么一样的。相信我，今天起步吧，加油！我刚刚以为是韩国人吧，什么人，结果是藏族人，记错了，知道吧？Yes，组长。经常看到你的舞蹈，我们看的都就是我的，哎，我的。拿的用起来是拿的可乐，可乐那些吃的。我昨天才找到你们这个地方，因为我到这来10天，一直就在城市路，我不是看你们有时候在城市路发的视频，没找到你们，然后哦，账号的问题啊。账号的名字不是。好了，走吧。走了。这还比较凉哦，现在灯都关完了的嘛，现在有点好亮了。有，最后一瓶了，你哥喝吧，最后一瓶了，快点。小的可乐。对，小的挺可爱的。不用啊，老师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不用。谢谢啊。走。老师，我能提个建议吗？提个建议，这就是平常社上的这个老师，能不能就是在那不要玩干什么的？但是老师特别瘦，知道吧？这个老师讲就完了，这，哎呀，136，可以啊，走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走了。我们家我妈妈妹妹的女，她是刚生的小孩子，比这个还小。正常吧，有些生出来就4、5斤左右。就这么小吧。好可爱，真的服了。真的，有些长了小时候很乖的那种，像洋娃娃那种。像我们家那个也是，像长大了就不行了。如果他这样，我们家那个小的时候也非常乖，好多人一见到就很乖那种，后面长大就不行，越长，对，后面就不行了，就长高了就不行了，变样了。还有这个是我刚出的弟弟，我觉得他是像这样。人都说越来越大的话，嗓子会有变化，但是我觉得我没什么。我也是。你们以后长大肯定变化很大呀。但是你会变丑。你女儿子以前吓死我了。都是越变越那个。哇，这有长高度要长，下来。他今天陪了我一天了，早上10点钟左右，我们是7点20，10点钟左右，然后下午1点多，然后回去，然后一直走嘛，旁边嘛。二妹走这儿，姐姐。今天早上10点多到现在一直在陪着我，然后我老婆带她回去嘛，把她本来我们那个回去带她从春熙路带回去嘛，然后因为我走另外一边，我们同学在一起，她走另外一边，然后她马上往前面那个叫回来，一直我看到我那边叫，一直
还是我暴露他，就一直暴露他。我把你的手过来。有二。你们可以跳舞啊，你们都会跳啊。怎么样？心情不好啊？他们走，一直在想他们。刚这儿难受的很。刚刚又得跟点姊妹走了。我就是想打喷嚏又打不出来。多喝点可乐相当于治感冒的。有些是谣传哈，因为本来以前喝的就是。可乐给我发生姜给我喝，可乐放生姜。感冒一刺激，体质增强一次，抵抗力增加一点。我去拍视频去了。走吧，2楼去，走吧，他们都要去，走吧。走吧。走。妹妹要去哪里？他也在旁边，他也要去啊，他也要去，都要去，是吧？电话。电话。哦，那个，喂，啊，李叔啊，你好，啊，我现在在雕塑这个地方，雕塑就在雕塑这儿，雕塑就在境外中心街的那个路口这儿，你现在看到那个吴家墨他们嘛，还有兰卡多嘛，我就在旁边。哦，好。到2楼吧。2楼吧，他们拍视频，他们在晚上。啊。好，我很着急。好嘞，好。姐，那你觉得初一难读吗？初2是最关键的。初2、初3都关键啊。这里不会长。他们在那边，他们在楼上，在2楼拍视频。那你他们一堆都在。去租吧，啊，去租吧，给你带点那个东西啊。就是你给我的东西吗？啊，我给你从那兰州带着那个百合，今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要不今天晚上，如果明天早上吗？明天早上你有没有时间？有时间吗？有吗？96分早上。9时间，那我给你打电话，你过来。没事，我就在旁边。哦，也就是开车的话1公里多吧。哦，对，行。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行，那走吧，我们一起去。这儿有水哦，有水。哦，那个啥，今天晚上那个拍的那个视频。视频，但是我没在中间去啊，因为它楼上能不能看着？看得到，就是下哈达的那个。看得到，下哈达人家都有发。就是我是在外圈嘛。啊，就外圈你放。看得到。发到我的那个手机上，好吧？好不好？好了。发到那个我的那个微信上，可以的。好。他就是不是那个8团公园？那个是8团公园，对，他就是8团公园，在朝的那个。8团衢镇8团公园，衢镇没来，衢镇没来，衢镇在兰州。他说来不了。哎，对。那是我姐。他们都要去，走吧？我们去上面嘛。走。他们多久呢？哎，上面看一下。排长。楼上啊？不是，那个永吉不在了，他们走了。走了。啊，和那个秋吉都走了。走了。他们走那边啊，我们提前嘛。你应该跟说噻，留下来噻。我这儿说的了。可以先跟他说拍视频。啊，走，我们去楼上了，他们电梯了。
让他们走上去吧。哎呀，我走电梯吧。我有翻翻的嘛，就这3个，这个名字我搞忘了，加了我搞忘了叫啥名字？哎，这排队啊！然后他们要上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我妹妹先上楼了。哦，他们坐在那边，我们走2楼吧。用3楼。2楼都可以。 3楼好一点。 3楼有时间没人。 3楼美女都小。他那个没灯光，不是没有。我就说吧。 3楼啊，我怕。2楼。我看他上来了，看他们上来。忙得很，那跑过来拍哇。我空了，基本上是空的。哦。因为我把相机都拿出来了。哦。我都没有，我去了我没看你没来，然后就发微信，我说人呢没看到的。现在几点？就赶时间了，5点半。9点23，一会儿就回去。回去要还不走人家来不空啊，先早先放1天。他以后准备还是去。哎呀，人家是。现在是多少？他15加4啊，5年小学，10年高中。他们要比那个要比你们要提前1年。就是比如说你们学初一上班的就去了，然后比如说他们没看见。我妹妹要下15。哦，15那个。大队人马来了。可以一个，谁拍呀？我和我妹妹为了学她这个舞蹈，也很好。也很多流行的，什么欢聚啊。这个就是不高嘛。这下面全部在3楼上。没有。3楼这头有几个？都在拍视频。那跳台嘛，要不上。跳啊，你在这边嘛？看他。妈妈今天不在家里，我们明天还要补课，明天英语。明天我也要补课。明天下午3点半我要补数学。我以为他在考试不知道。跟那个以前数学，他们数学我也是。他是之前小学的时候，到初中以上自己就学，其他就好像。但是数学现在好一点，但以前教得很凶嘛，然后。基础考上我扣5分。大声点，大声点。到了没有？就这么大，就少1分。然后是到了吗？你先放我面试。有些只要你爱好，有些其实每一步都喜欢最好。我最喜欢体育。我们那个，有一个一下提升了120多位，他们全班有400多人。这个也行。我会跳，我是前2天因为过去太多了。有时你比如说你没来的话，你可能这一周就结束了。今天不是几个新舞吗？我喜欢了一个。
像徐章错，然后一首歌他看一遍就觉得，他最多看2遍，有的时候可能学啥，基本上90%。徐章错的记忆力很好。看一遍，他就这种歌。丽丽、瑶瑶，还有17，还有那个徐峥，对，他们44个个嘛。是那个什么跳舞对面。但现在跳的很少，他们在17也不在啊。其他地方都在工作，然后瑶瑶和那个徐峥他们在另外一边跳。瑶瑶也在工作嘛，丽丽也在工作啊。瑶瑶，丽丽当护士啊，瑶瑶在省政府上班。丽丽一般什么丽丽啊？瑶瑶之前在那个锦鲤小学里面帮忙跳。他们4个里面只有徐峥还在学校，其他都上班还在工作。17好像没有。徐峥在上学啊。对啊，他还没毕业嘛。他大学毕业，他好像是实习护士，然后帮我们之前徐峥和另外一个女生能救这个人嘛？他们俩是女生啊。4个人，那个拿错一个没老师，把头也帮他去，他们2个人没有把那个那个是他们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。那个本真嘛，对，18岁，应该嘛是刚满18岁。对，他们也没读书啊。他没读书啊？没有了，早就没读。他本来应该读书，不知道没仔细应该高吧？挺高的吧？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初四。就他们说都是你们，要么就回老家，要么就是做生意嘛。妈就说如果要读个高1、高2的话，就像我亲戚。对你们肯定不一样，你们肯定是要大学的时候，还要往后面读嘛。有些像德国那些17、18岁他就不读。副歌。大爷，你抓着，抓着站到，你这规矩说，我们这陪你直接站到中间来，这咋回事？对，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的考试全都是我们在一起的，就之前后面都是，如果在开始的话，应该在2、3千吧，2000、1000多，现在涨成25万左右了。因为跳舞的也比较快，主要是你多的时候他只是跳舞，因为他对粉丝、弟弟对粉丝非常好，基本有问必答吧。说他的体重啊什么，他都会告诉你，他不会像别人，就是他不会告诉你，他不存在，他基本不承认。他在这方面比较想都不承认。然后对粉丝很好，然后他几乎也不搞 PK 吧，胸部的只是跳舞。我以前看过几场他的直播，那直播断断续续的看的。现在看那直播太看过了，没看。啊，像现在搞 PK 的吗？不知道哎。
哦，就是以前明早，那以前我的这个歌叫啥子名字？牧歌，哦，牧歌。他是把它搞屁。有时间可以短路嘛。这个反正不清楚，就看那啥是以前嘛，还是几天吗？那以前应该是在几千五十，好像4、5千的时候，没有看到搞屁。不知道，反正太多直播了，很少看。说团队把他们影响团队，听说有关注了几十个跳舞40个熟悉的嘛，关注之后。啊，就是印度，你说是吧？哦，兰博娃来了，我都没注意到。最近很多粉丝他那边制作这个制作不能很大，挺好嘛。制作应该不行，视频的那个。你看你这种可以放到这个可以，APP 可以。这可以拉走吗？不用，暂时不用，他们要看到直播。放拉着。你要文明说话，不能再跑。直接一脚踩扁，踩扁了都丢。不敢，不敢。哎，是不是想知道我妹妹有多少斤吗？哎呀，60啊，没有65，没有，70多也没有55啊，更没有，77，我是不是77？哇，之前90多，我做出的很低，之前那90多，现在很年轻，看70多。看不出来。这个你体重就在50多斤，54斤。我60。我们那个1米7了，他姐姐比他大1岁，他都初3嘛，初2吧，初3了。他们都1米7，比他妈妈都高很多。现在都是一个比一个长得高。他觉得以后肯定会长到1米7、5米7。抖音直播看的很少，交费已经他们可将太有效果。谁都没有。会推远了，关系老师在这。我这袖子一天出来，说是一天不出来就不舒服，是吧？我这样吃，厉害。这个谁能有些是不健康的？出来有2次多了，就关键是对啊，有个大的，以前有个小一点的，那次我帮他拿回去了，这次有些放不了，这次太大了，后面都放不了。他好像找别人拖回去了。他那个我问了那个，这次那个没做多块就15多那个，我们那家送花的那一家，我这个做了把多少钱？2000，哇，卖的出来了，不见了。对啊，但是没有收啊。你做出来之后你送的话3000块钱，但是你那个没有收益，很贵啊。因为你保存了多久？什么叫什么青的？青色青，红黄青蓝的青。这个留言就只有一个青。让他到上面来啊！我是找老师合作，摄影师在上面。我试过用手机拍效果。还有我妈的微信。
有啊，一直有啊。上次我忘了我让他们睡觉，然后直接。这儿我发了，前几天没有，不知道他收到没有？没收到了吗？上次我妈差点把你删了，谁的呀？是上面我就账吗？你们也没发吗？我不知道你发没有。对呀，我看你我就发了。我们今天开始。那说应该叫其他的人一起来考。其实都一样，90%都是汉族。有一个是汉族人。笑不是女那也算是。你们笑一笑啊！我发现这4个里面笑的最好的是丽丽和拉姆。拉姆王是跳的。那丽丽现在也跳得非常好，她有点像欧美那种舞蹈。对。她以前跳的不是那样，她以前跳的不是那样，后面变得跳的。不是已经跳的稍微高对吧？变得对，后面现在就变了。他应该是这个舞跳的很凶。妈妈说我有实力没学好。这么多都是一片，他之前就跳的很好。我打了，我有，我都被总结到这个赛里去。没事，我踩一下就是。是吗？2个毛的，一个黑的，一个黑色的。黑色衣服是拉姆的吧？黑色拉姆吧？看不到的呢。看不到啊，一听就是一样。抖音没有那个，它没有放大的那个。他是有你们瞧。音走的拍摄，我一般拍比较短。在直播很正常。然后他们俩吵架，他们不理了吗？现在不会哦。拉姆今天被气得都不回来了，帮我讲。小夏还是一样昨天晚上我没拍不成，有人举报我拍舞蹈。不知道啊，我在派出所把我拿去做文物啊。我说是谁举报，他不说。我
哎，丽丽，你这是个欢聚嘛？重新关上丽丽。那边等一下回来啊。那就先拍，先拍。重新放一个。
啊，不会吗？这话，那天气。忘记了，还有锅的。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永吉在上面啊。那就画的。明天再拍另外两个。换好的吗？最拿手的，你就真的。可以把这个拿走吗？啊？有永吉在这儿嘛？他们拍永吉。对呀，我和老师说一个啊。等我上来。到处就是就会有，我不是他们。他黑脸这边。但是我们没有老师。特点是不？永吉特点是不？跳一遍。啊，跳一遍。先跳一遍啊。他们好像开永吉。头一片，可以，这里不是他这风景好，这背景好，背景好，那边背景都不好看，不小的。我的手机看不见了，你们要带前几天。这边有。是我读的，肖立德老师的。那就开始了啊，正式开始啊。那边抬腿。那不行，那边不行。那看有什么就播什么。明天来吗？正式开始，明天还是来啊？有些外面拍一样的。拍两个。拍两个。两个过去，这不是还有一个。开始啊，开始。我是一会儿就是传单车嘛，传单车和大西，他们是老乡的嘛。对，家人们用着。是啊，他们歌曲他们也是唱到了。有些舞蹈比较改进了一些。哪有这样？他本来也是老师，他幼儿园老师，他也是老师，虽然是真称嘛，他本来就是。但是跳舞方面也是，他跳得好。
我也好好拍了，拍一点。咱们只拍了1集，分支也拍进去，我只拍了一半。这个跳得好。老师拍一个。好。快点。再往后面退一点。哪儿的跳？退一点。都在跳。开始啊！加油！我让长。哎，不要笑，千万不要笑，千万不要笑。因为他现在在做直播了，他不跳了，跳的很少。我们现在是在成都高升桥的紫外中心跳的，他们40秒，跳到好多，跳。通过还要退点，通过。1分半就可以，差不多了。要么跳完是完了嘛？1分多吧，反正1分半吧。不，你们看一段完了，如果2段完了就喊停嘛。你们喊吧。没事，我踢就可以。好，跳完就可以。开始了。这个是他们付钱的人说的。千万不要笑啊，真的不要笑。不要笑。
Chile ti tonja pandaya papa sangye me tonda ya ri lo sangye na pa maka de ho de shi na ta ni ja de ji ya ri lo 我在上面给我看骂英语老师，中了。你这跳了吧？小弟，往左边高点，小弟，小弟。重新跳嘛。笑你，我也是这样。哦，我们一起嘛。啊。我想你。你们跳嘛。小青车怎么没下去跳舞？小青车是少有意的欣赏和效果，是意思。要和你们下，因为你要离远一点。他不认识啊，不认识。做完了吗？那我问一下，哎，你会不会掌握你看这个什么意思？前头我弟用个没背，我弟用个没背，那我讲我也讲了要个月我的，还买了东西再说起来啊，是大裤子，对，我是大裤子，南看中吧的亲戚，也不这个月。大家家肉啥的，俺就能。demo菜上就在还扎西的了，像兰州用的那种的，从那扎西的嘞。哎，我说了给他们我走了，他们是就是脏话，脏说话，哈哈哈的。当然不要的清楚噻。